先开始，咱来关心，前2年是欠卵，所以卵的价小起。也毋过今年鸡卵的产量是变伤济，鸡卵已经连续4礼拜拢在落价。南部的业者已经是俗俗啊卖，甚至阁有屏东的饲猪农有证实讲有将卵摕去饲猪。台北市的卵商工会有呼吁餐饮业者，之前有用着卵的有起价，即马敢会当小降价挂来刺激买气，增加卵的销售量。靠卵煎出真水的太阳能，鸡卵毋但是早餐店爱买物件，亲像蚵仔煎也爱有鸡卵。1年外前，因为欠卵，结果卵价称悬，即马煞因为生产过济，寄出来鸡卵煞摕来饲猪。到消费者这边，我没有觉得便宜啊，我干嘛多买？你量又在那边，然后我消费者，我会觉得这样还算贵，我不要多买，那完蛋了。那就多了蛋，一定多啊！多了就拿去喂猪。要调解，不是要喂猪，是要一定要调解，不是要喂猪。卵价已经连续4礼拜降价，这礼拜鸡卵产地价甲批发价各落3块，温达斤分别落到27块5甲37块，创近3年来新低。产量伤过济，买气无好，不满冰库，服业者有未少的压力。这边财团养的数量是比以往年多，我们台湾有个疫区也不能外销，所以只靠内需，内需这个量已经超过12万5千6千了，7000箱都有了，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消耗这个量。虽然目前鸡卵伤过济，产地甲批发价拢有降价，不过大部分小食店的卵类餐点煞无落价。你讲无？你讲这目前卵伤过济，系啊，百面爱食落来啊，而且敢袂食啊，食到700啊。因为鸡蛋也是调涨上架还是降价都蛮快的，所以不会去动到我的价钱。餐饮业者进会介绍降无偌济，佮烦恼介绍会叮当，但因维持目前的定价，消费者佮因为介绍无降，都被加买，一定要解决鸡卵产量伤过济问题。我们县政府也会持续来辅导我们的畜牧场、我们的养鸡的业者，来进行我们的那个老母鸡的这个汰换，那维持我们产量的稳定。即卖热天，鸡卵消费是小月衰去学校休热，团前天气强硬，鸡卵销量佫会减少。岛市卵商工会表示，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只有降价，反映予消费者来刺激买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